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请问即句金句所讲的意思是啥物？恩典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，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自所行的。即句话啥物意思？咱对上帝得到恩典，是因为咱的行为吗？毋是，是因为咱相信。迄个相信表示讲，咱相信迄个上帝是咱的上帝。迄个意思是讲，咱相信通过救主耶稣所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会当成做咱的网站，拯救咱。我想真侪时，咱伫信仰顶悬，咱会真期待通过咱的行为，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好的赏赐。但是今仔日咱的信仰所讲的，伫以弗所书第2章8到9节，咱得到恩典，咱得到救，毋是因为咱的行为，是因为咱的信心。今仔日我要用恩典的代价，伫即个中间，甲咱三甲来分享甲思考。咱伫顶礼拜有讲到路加福音14章有一个人办宴席，然后办即个宴席招真侪人来，结果伊所招的人拢无法度入来，所以有的人打结婚，有的人打买牛，有的人打买一块土地，所以伊袂当来。什么人来？最后叫着路边遐个本来无受邀请的人，全做伙来到伫上帝宴席内底。然后今仔日咱要对路加福音14章25节，咱伫即个中间所讲的，是做耶稣伫遮咧讲做学生的代价。然后伫即个中间有几节的经节真特别，伊讲着到我遮来，若毋是听我，若是咱白话伫圣经讲的是恨哦，讲的是恨哦。说你若是无惯恨你的爸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甲家己的性命，就袂做我的学生。你若无惯恨你的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人无了解即种的翻译，安尼讲起来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但是你若用现代中文译本的来翻译，可能会互咱较清楚。伊所讲到的就是，你若到我遮，你毋是听我，即个我，第一个我是啥物人？你若无听上帝，赢过家己的兄弟，赢过听家己的爸母、母囝、囝儿、兄弟姊妹，甚至是伊家己本身，就袂当做上帝的门徒。安尼听起来是一个真严格的话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爱听上帝赢过所有的一切。但是事实上，即句话伫即个中间，伊所要讲的是，咱爱先学习有听上帝的心。当咱的心内有听上帝的心，咱才会当用上帝的听来听你的爸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甚至是伊家己。安怎讲？用我的听来听人，敢袂使？当然嘛会使。只惊人用人的方式来听人，咱含落的是一种条件的交换。所以我若是对你真好，我就期待你对我嘛爱真好。所以我互你一碗饭咱以前的话咧讲，食人一碗咯，行人一斗你食人一个，你爱行人阁愈济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咱恐惊用即种条件的交换来成做咱听人的基础。所以用即种的想法来听人的时，咱会拄到真侪困难。表示咱的行为虽然真好，但是行为的后壁拢是要用真侪物件来交换。但是是安怎今仔日即节经节伫遮咧讲起，爱先有听上帝的心，你爱听上帝来赢过遮的，是因为咱要学习用上帝的听来听人，上帝的听来听人。所讲的就是，你毋是听你家己喜意的人，你毋是只有用你家己爱的方式来听人，咱拢会记。当咱若要听人的时，我会经一个对我较好，
迄个对我较有利，甚至是对家己的囝儿嘛共款，生3个，敢有逐个拢共款？无，上惊的就是做老爸、做老母，话情话就已经先偏心。3个囡仔内底，万一若出现有一个是家己所较疼，有真侪物件所产生，就互人伫遐极度生气、埋怨。是安那老爸较疼伊个，所以伫大囝的伫迄个故事，通拄仔甲囡仔讲的故事内底，迄个大囝伊就伫遐受气，老爸拢较疼细汉，所以细汉的做毋对，转来了还佫会当做因囝。但是毋通袂记真诶，细汉的囝已经将所有的财产拢总分出去啊，所以留伫厝里的人虽然留伫厝里的财产虽然尽是老爸的，但是因老爸所留所有的一切财产，拢总是啥物人的？大囝的。今仔日你做即个细汉的小弟转来，你所食的、你所用的、你所开的，其实拢是我的。我是安那要互你，我是安那要甲你分。有真侪时，咱人甲人之间的相疼有条件，含查甫查某之间在谈恋爱，咱嘛会偏心。较水的，较侪人用；较缘投的，足侪人爱。啊，若生了无遐水的咧，有时啊就无互人看见伊心内的水。有时啊，若生了无遐缘投的咧，伊无法度互人看见伊内底的温柔。所以有真侪时，人嘛真现实，咱拢是外貌协会，看人的外表来决定即个人到底有价值，我来听伊。用外口的表现，用外口的行为来决定我有要甲你做朋友。亲爱兄弟，当世间拢是用即种的标准，互人甲人相做伙时，有真侪无公平、无公义的物件就开始发生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伊讲着，你若来到遮，毋是听上帝来赢过遮的，就袂当做我的门徒。意思就是遮的人爱付出甲咱无共款的代价。然后用上帝的听来听遮的，咱真正才会当伫上帝的殿内底，诚做伊的学生，诚做伊的门徒，来享受上帝甲咱三角徛起的欢喜甲快乐。顶礼拜有讲到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，这个潘霍华是德国真出名的神学家，总是伊死的时39岁，伊写真侪的册，伊对基督新教 Reformed Church。Protestant Church 有非常大的影响，然后伊去用处死，只不过是伫希特勒死前的2礼拜，就是希特勒知影伊已经要失败啊，伊转甲即个神学家先煞甲伊处死，伊迄阵才39岁。即个潘霍华又讲着恩典有2种，第一种恩典叫做廉价的恩典。意思就是讲，我有同意你教会内底所讲的救恩，我有同意你伫教会，甚至是你的网站，也是你伫长老教会总会内底所讲的遐个教义信用个别，你讲的我有赞成，然后我感觉讲，你讲的袂歹，搁教会内底大家拢相听袂歹，伫教会内底大家讲兄弟姊妹，做兄弟姊妹袂歹，你讲这我拢同意，所以啊。我感觉来教会袂歹，但是伫即种的背景的后壁，发生一个真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你所讲的迄个好，我拢总接受，我拢感觉真好。但是对我家己本身，我毋免反省；对我家己本身，我毋免悔改；对我家己本身，我毋免做任何改变。对我家己本身，反正我爱来我就来。我若想要来参加，我就会当来参加。啊，我若无闲，就拄啊好买一块地，拄啊好买5对牛，拄啊好新婚快乐，所以我无闲通来。所以潘霍华伫即个中间咧讲到的，
什么会是廉价稳定？为什么它是一个便宜的恩典、廉价的恩典？因为你唔免付出代价就会当得到。但是无付出代价就会当得到的稳定，敢毋是一开始就是上帝互咱上介好的稳定吗？请问，咱伫咱的信仰内底，你若有接受救主耶稣成做咱的救主？你有接受救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？请问你付出偌济代价？你有吗？我无，因为主伫我做任何代志进前，就已经白白为我付出来死，所以我袂捌为着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替我死来付出任何的代价。但是这敢毋是咱所讲的上帝稳定吗？稳定敢毋是就是因为免钱的，所以叫做稳定？即个人愈来愈聪明。以前若是去买物件，若有通试食，咱敢会去食试食的物件？敢会？我知影有个人真老实，拄啊好咧要下班腹肚枵的时，拄啊好去 Costco 买物件，会当去试食。试食会当试到啥物程度？试食会当试到饱，食到饱，然后出来，你无一定需要买，因为伊叫做试食。迄敢是稳定？是啊，迄嘛是一种稳定，因为你毋免付出代价。亲爱兄弟，咱拢真巧，咱拢真会伫咱生活顶悬去找迄个毋免付代价的物件，因为迄个叫做稳定，迄就是上帝赏赐的。所以咱伫迄个中间，咱会当真欢喜来得到一个毋免付出的物件，然后互咱心内真欢喜。但是有另外一种稳定，这种稳定叫做贵重的稳定。潘霍华伫即个中间伊所讲。上帝所赏赐咱的稳定，其实毋是廉价的稳定，是真正贵重的稳定。问题在于你敢有付出代价？马太福音13章44节内底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伊讲起，有一个人，伊伫一块土地内底去找着宝藏，迄个圣经讲找着宝啦。结果伊知影讲迄块土地内底有宝，伊全开毁伊所有的钱、所有的财产，去将迄块土地买起来。是安怎？因为伊知影内底有宝，所以伊全甲买起来。即种的情形，敢有可能发生伫咱的生活顶悬？假使你若知影，有对一间厝的地下室。下涂骹下底5尺的所在，有带一栋的黄金伫内底。请问你愿意开偌济钱，甲迄栋厝、迄间厝买落来？搁钱无够嘛，爱来借，对无？搁钱借无嘛，爱去甲朋友借，银行借，有借甲无当借，一定爱将迄个厝买落来。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是迄间厝吗？毋是。有价值的是迄块土地吗？毋是，有价值的是迄个厝的下底涂骹内底带有一栋的黄金，迄个黄金上界有价值。拄好别个人拢毋知，敢若啥物人知？敢若你知。所以赶紧，尽所有的气力，将迄间厝、迄块土地买落来，为着要得到涂骹内底所带的遐财宝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阁有另外一个故事，伊拢总有两个故事伫遐。伊讲起，有一个人，伊为着要得到迄个好物，要得到迄个珍珠，所以伊开毁所有的财产，为着要甲迄个物件买落来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知影迄个珍珠的珍贵，伊知影迄个珍珠的价值，伊知影伊用任何的价格。拢无法度甲迄个珍珠真正的价值来比拼，所以伊钱就甲开落。啥物会叫做贵重的稳定？其实贵重的稳定所讲的是，迄个物件太珍贵，珍贵甲咱无法度用钱甲买落来。
咱无法度付出代价甲买来。什么物件是即种贵重稳定？是价值的无回。因为即种的赦免，即种互人伫人生所行错路的内底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无人会当互人。独只有天父上帝所赏赐的救主耶稣，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才通成做咱人生重新开始上介好的稳定。人生会当重来偌好个？我会记以前细汉的时，拍电动一关过一关。但是伫拍电动的过程中间，拢会尽力去冲。我会记细汉拢算迄个玛丽兄弟，我毋知咱中间够人算过。算迄个玛丽兄弟的时，定定爱跳过跳火啦。若跳无过咧，死去咧，会当重来。但是咱的人生敢会当重来？咱的人生有时啊，做一个选择落去，咱真困难重来。但是真正需要重来的，毋是咱的环境，毋是讲搁互我一摆共款的环境，我就会当做啥物。有时真正珍贵的是，要安怎消灭咱心中的迄种罪恶感？过去所做的无够业，过去所做的无够好，要安怎迄种的亏欠？迄种的罪恶感，要安怎伫咱的心内会当消除，互咱的心情会当重新放平松。尤其当咱行过一生的路站，回过头来看的时，看起过去所做的代志，今仔日才知影我过去所做的到底是啥。但是当咱人生想要重来、重新开始的时，基本上是无可能。但是要安怎消除咱的亏欠？要安怎消除咱心内的艰苦？要安怎消除咱心内的罪恶感？独只有救主耶稣。特别贵重的恩典，上界，互咱会当伫遐来欢喜的，就是当咱为着一个目标，咱尽力要甲人和好，咱为着一个目标，尽力要来追求。咱看到一项物件，尽力要来完成，但是咱无法度完成，无法度找到，无法度捉到的时，咱心内迄种的亏欠，独只有上帝的怜悯，互咱伫迄个中间，才会当放下所有一切重担。即种叫做稳定。潘霍华伊伫遐讲，廉价的稳定是教会死定。今仔日咱是为着当家稳定来战。伊所讲的意思是啥物？伊所讲的意思是，当每一个人来到教会，只是想要得到迄个免费的稳定，只是要有人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来服侍，然后我会当心内欢喜的时，只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，咱毋免对家己所行所做的来悔改，求上帝赦免，咱只有要来讨稳定赏赐，互咱伫生活顶悬会当快活快过时，咱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廉价稳定。亲爱兄弟，当咱常常习惯用咱真水宗教的外衣来包装咱家己的时，咱无法度真正得到完全的头脑，因为上帝所爱的是忧伤痛快的事。上帝所爱的是咱愿意将咱的软弱带来到伫上帝面前。上帝所爱的是咱愿意为着咱所要追求的自由，咱所要追求的讨办，咱所要追求伫上帝面前所看重的价值来努力打拼的时，咱才会当伫迄个中间来讲，上帝啊，我已经伫你的面前真等啊。我想伫最近。咱会当看到台湾的新闻非常精彩。伫最近，咱嘛会当看到香港的新闻非常精彩。伫台湾甲香港两个咧做比较的时，有时真正会互人感谢讲，感谢上帝，我是做一个台湾人。但是真侪时，咱伫咱做台湾人的背景的中间。咱也真怨恨咱的身份，是安那要做一个台湾人？做一个台湾人有啥物款会好？
但是当咱今仔日甲香港来比较的时，才会知影，过去台湾会当互咱有言论的自由、生活的自由，甚至是活伫台湾会当自由去发展你的讲法、你的想法，你毋免受惊吓的事。遮个物件，拢是过去的人有真侪付出，互咱来得到的。今仔日反倒是真侪香港人伫遐咧提醒台湾人，你着爱珍惜你所有的自由，你着爱珍惜你所行的路，你着爱珍惜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，因为香港比台湾还佫较细。今仔日咱伫迄个中间来看见伊香港所发生的代志的时，咱会问咱家己。今仔日，若用香港甲台湾来比较，台湾还阁是算一个真好的。我毋知影咱敢知影最近有一个消息，讲起有一个机构，伊重新对全世界的医疗来做评分，结果第一名是啥物啊？第一名是台湾。检采咱有真侪看见台湾无够野、真欠缺的事，咱伫迄个中间会嫌台湾即个所在无好，会嫌迄个物件无好，甚至咱会讲嫌货是啥物？买货啦，嫌货是买货啦。即句话本来意思是啥物？意思就是讲，我会甲你批评，是因为我真正想爱买即个物件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会当得到迄个拍折。所以我用批评，是因为我疼你；批评是因为我爱你；批评是因为我珍惜。但是有真侪时，咱必须爱静心、定心，转来回想。当咱有太侪的批评，总是无起做的时，咱所得到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啥物？咱会当看今仔日的台湾，除去两个大政党以外。伊阁加出滚来的小的政党，检采伫政党甲政党的中间，拢有理念无共的事。但是咱来算看觅，台湾足侪小党，台湾的政党几百个，但是最近成立的政党有啥物？台湾民众党，阁有啥物党？一边一国。这嘛是党啦吼，然后阁有喜乐岛联盟，然后若阁加起过去的新党、绿党、台湾基进党、时代力量，甲原来国民党、民进党，台湾真有偌济政党。我想每一个政党拢有伊的理念，每一个政党所批评的物件，绝对拢有根据。每一个政党伫遐所讲、所诉求的，绝对有军队者。但是，互人看到最后，咱的台湾可以做啥物款的？咱的台湾亲像四分五裂。检采有一日最后，咱甲香港人看，正颠倒是香港人伫遐发过头来。提醒台湾人，恁着毋茫像阮安尼，爱珍惜。所以我嘛要伫即个中间来问，检采咱生活伫加拿大的人，真正是幸福。你有全世界所会当徛起上介好的环境，上介好的福利，上介水的都市，上介方便的捷运。温哥华的捷运比台湾佫较好。伫台湾我袂晓坐，而且我会晓坐。温哥华有太济，互人感觉太好、太爽快的物件。但是我要伫即个中间来提醒大家，真济时咱所得到的自由，真济时咱所得到的稳定，拢毋是免费的，拢有人在付出。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会当来做礼拜，毋是牧师一个人搞讲道安尼就会当成啥物事。看咱的教会伫即个中间聚会，需要有偌济人伫即个中间同心斗志，有第一摆聚会，有第一摆带歌的，嘛有伫即个中间才来弹琴的，毋通袂记住咱所有的到底是啥物。
咱有诶，毋是只有白白讲上帝啊，你审视阮诶教会有甚物款诶问题？亲爱兄弟，咱所得到诶恩典，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来做礼拜，是因为有济人愿意听上帝赢过听人，是因为伊伫上帝诶面前愿意讲主啊，我伫遮找欠我，主啊，我伫遮，你爱我做啥物，我就去做。我愿意伫即个中间，毋是来拣我所爱诶，总是去挑战你爱我去做。所以咱有牛乐，所以咱有济济服侍的人，所以咱有真济人伫即个中间当做兄弟之外，咱有真济人伫遮同齐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但是请人毋通袂记清，毋通只有听上帝的恩典而处而已，爱会记清。咱今仔日来到即个所在，毋是为着上帝的恩典来的，咱来到伫即个所在，是因为咱愿意。决心决意听上帝来赢过一切。今仔日你伫即个所在，是因为你听上帝，毋是因为上帝赏赐你的恩典赢过一切。上帝赏赐恩典真好，这嘛是咱追求的，但是毋通互听上帝来忽略，来用恩典赢过上帝。当咱伫即个中间咧做礼拜时，我想有真侪人伫遮心内有真侪感动，因为看见咱真侪兄弟愿意放下家己，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的时，已经毋是讲上帝啊，你赏赐我有偌济口才，上帝啊，你互我偌好弹琴，上帝啊，你互我偌好唱歌。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互人所看的是因为有真济听上帝的人愿意伫即个中间，将伊家己所有的摕出来，包括伫楼骹的人，包括咱所闻到的，包括咱伫即个中间会当用听互相来互动。基督徒一生上界重要的，人咧讲做工做业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，路加福音14章。读到最后一节，咱今仔日所读的最后一节34节，伊讲打羊是好，羊若煞失味，要用啥物辅导伊的味？伫过去耶稣的时代，耶稣所住的中东的所在，因用的羊甲咱今仔日所用的羊无啥共款，因用的羊大部分拢是石羊，咱若是中文讲叫做岩啊，岩石的岩。因安怎用呢？因为伊迄个所在真大真旱，所以因的羊拢调伫迄个石头的顶悬。所以你若有需要的时，你会当直接摕石头起来安怎？起来饲，毋是食石头袂食啦。但是石头顶悬的羊会当饲啊。饲的意思是啥物？用舔的，不是用吃的啊，石头没办法吃啊。但是用舔的，因为那个石头上面有盐，所以当你若捡到迄个好的羊石，你会当做的就是，你会当直接用刀啊对顶悬刮落来，所以将迄个羊放入你所煮的菜内底，将迄个羊放入你所煮的汤内底，互你煮的物件会当咸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，伊讲打羊是好，羊是真好的物件，每一个人拢需要。咱台湾常食的是海羊，然后中国常用的是井羊、真盐，真盐或者是全世界做盐的方式有真济无共款，但是伫咱圣经的背景内底，迄个羊伫石头顶，所以当咱用迄个石头要煮饭煮食的时，也是起来煎的时，你甲迄个羊挂落来，用了的时咧，羊若无味。会当搁互伊咸吗？过去真侪人会误解即句话，讲盐若失味，要安怎互？盐若失了味，如何叫它再咸呢？问题是盐怎么会失了味？它不是加了水溶解掉，叫做失了味，而是迄粒石头顶悬的盐已经拢烤了啊，所以伊已经无迄个咸的味啊。若是迄个咸的味已经无啊，迄粒石头搁有路用吗？
所以伫咱的圣经内底，35节，咱今仔日无读到，35节伊讲，也若是即个盐已经无咸啊，也袂落园顶，哦，也不能下田呐，袂落园顶，也袂做肥顶，做肥敢有用石头的？无，所以迄个物件就无路用，敢若会当互你ฮ็伫外口，这就是咱圣经所讲。盐若失了味，怎么叫它再咸呢？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将迄个物件、迄粒石头ฮ็伫外口，已经无路用。只不过咱圣经内底无真正会当互人了解，伊所讲ฮ็出嚟的，毋是迄个盐本身，伊所ฮ็出嚟的其实是迄粒石头。因为伫中东盐是伫石头顶悬，当你石头用了，当你石头顶悬的盐用了，迄粒石头无价值，袂当落肥，袂当落园，只有ฮ็伫外口，毋通得地。亲爱的兄弟，当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咱生活顶悬，无法度像盐共款，会当做调和、做调味的路用的时，迄粒石头就是去用ฮ็伫外口。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，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所恳求的是上帝啊！我要阁有偌济会当奉献互你，上帝啊！我要阁有啥物物件会当互你来使用？因为我所一切拢是你赏赐的。我要阁有啥物物件是会当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互你的名得到荣光，互你的百姓得到好处，互众人伫迄个中间看见上帝的疼，伫你我的中间。假使咱若失去即款的功能，咱有可能亲像迄粒石头共款，去用ฮ็伫外口。无论上帝捌赏赐你有偌济恩典，迄个物件假使无去，无法度成做即个世界盐甲光，无法度伫众人中间交做调味调和的，咱拢无法度做啥。伫咱中间可能有兄弟姊妹讲，啊，我逐项拢袂晓。但是你毋知，你伫上帝面前有偌尔重要。你所讲的一句话，检采会当互真侪人好好。你所讲的一句话，检采会当互人重新找到上帝。你检采你所讲的一句话，会当互忧伤痛悔的心重新得到安慰。检采你讲的一句话，会当改变真侪人、真侪事。你讲的一句话，会当互即个世界国家，独独只有咱要问咱家己，咱愿意为主来用。我一直会记我妈妈要过身进前，其实我妈妈伫破病时，伊人都无声，因为伊的癌细胞缀着伊的声带，所以伊将近1年外的时间，讲话拢是气的声、气声，已经声带缀着啦。迄种的情形比潘长乐搁较严重。潘长乐讲话至少我搁听有伊咧讲啥，我妈妈迄阵咧讲话，我拢听无伊咧讲啥，一直叫伊较大声。伊讲我都已经无力啦。有一摆去到伊的病房的时，伊伫遐唱歌。我知影伊咧唱圣诗，但是我无法度听有伊咧唱啥物歌词。我甲我妈妈讲，妈，啊你著已经无声，毋通受出啊。结果我妈妈讲，我就是已经无声，所以爱将我最后的声唱出来。因为我已经无声。迄句话对我的心内有真大的勉励，因为对迄阵我才知影，人毋是将伊上好的来献互上帝而已，人是将伊最后所有的要摆咧伫上帝面前，因为咱是剩安尼。遮个讲的物件，有时讲的毋是年纪，拢是讲到的是咱的心。咱要阁有偌济心来愿意为主来做，为主来听，为主来行。因为独独咱愿意为主来做，为主来听，为主来行的时，咱才有法度真正做伫咱的兄弟姊妹顶悬。毋是因为咱剩偌济恩典，还是咱得到偌济恩典，是因为咱的心内要阁有偌济愿意。愿咱每一个人拢亲像即粒石头共款。
满满的盐，要互众人伫世间甲伫上帝面前拢得到调和。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祈祷，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无将阮看轻，当作无路用的石头，弃杀伫你圣殿的外口。总是你愿意接纳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你所用的器皿。主，阮看见侪侪兄弟姊妹愿意伫你的面前服侍，阮看见侪侪兄弟姊妹愿意伫你的面前谦卑。阮看见侪侪兄弟姊妹，无论伊家己所有得到的恩典是大细济少，总是愿意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为你来用。主，阮就献上感谢，欢喜落你的名无煞，因为你阁互阮成做一个会咸的羊，会咸的酒。主，求你互阮伫阮世间的日子，无论阮还阁有偌济，阮独独摆列奉献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伫遮找我。主啊，阮伫遮求你应阮。主啊，阮伫遮求你互阮无空空着我。阮向你来献上感谢、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